这个民间团体所发起的宗教弄经祈福的跨年的活动。迎接着台南府城建成400年，希望号召着400个宗教团体做伙来响应。未来嘛，希望用弄经来营造着台南跨年的特色。为2019年开始，由民间自发性发起的口井祈福活动，当时敢若祝福、宗福甲集福3间庙宇参加。到第4年，已经有13间跨国宗教来响应。面对台南400个特别时刻，市政府、民政局徛伫宗教优质化的立场嘛，全力的协助，由政府民间合作，希望讲用祈福的钟声代替炮声，变成台南特有的文化特性。以后有可能变做台南的这个特色的跨年，迄个时阵全世界拢看会到。是讲要招到400间，无遐简单。针对这点，民间嘛打算开100多万做纪念的前腿等等礼物，鼓励更较侪宗教团体来响应。其实嘛是敢若台南400档才有这支前腿尔。台南有众神之都的外号，相信是到宗教跨领域的团体，到31主持同一个时间口钟，会当用感动来为台南400祈福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